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幾款中國最近好熱門嘅 AI 模型。第一款 Kimi K3，Kimi 最厲害嘅地方咧就係佢嘅記憶力比較強啦。你一次過掉好大量嘅資料俾佢，佢都唔會忘記之前講過啲乜嘢，而且仲識得睇圖片，唔單止係文字啊。第二個 DeepSeek V4 Pro，DeepSeek 最大嘅優點我相信咧就係性價比啦。使相對少嘅錢咧，就已經可以享受到好強嘅功能啊！咁佢個價錢咧比較親民啊嘛，所以咧特別適合一啲小資族或者咧創業者。然後就到 GLM 5.3啦。GLM 5.3咧比較適合寫程式嘅專家啦。5.3嘅程式能力咧，比起上一代5.2咧提升咗50% 左右噶。然後就係千文啦，千文3.8 Max 係由阿里巴巴出嘅，咁佢就擅長多種語言啦，而且咧仲有免費版可以試下玩添啊。Minimax M3，Minimax 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識睇圖啦，睇到圖片就可以理解內容啦，非常適合做內容創作相關嘅工作。最後咧就到百度嘅文心5.0啦。文心嘅特色唔淨止係識睇圖片同文字啊，連聲音啊、影片都可以理解到，可以話係全方位嘅 AI 模型。今日咧就好粗略同大家介紹咗咁多個中國嘅 AI 模型啦。你對邊一款最有興趣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